上啊，心来关心一个闹热兼趣味的新闻，伫中华分园有一间土地公庙提供免费的泡面和过路人食。这个消息为过年期间一团杂团饱，安尼食好斗相报。结果7天的假期食掉偌济泡面6万碗，用一碗泡面就当吸引遮济游客，从这个庙内庙外呢，人是钱干呢目睭睭，呢真正擦泡面阁全无够用。 因为一碗泡面，或者伫咧过年时夜变甲真热烈，庙内底路口客真侪民众，大家拢是为着食泡面来翕。大人手捧一碗泡面，食甲是爽欢欢。7天落来食偌济泡面，拢总6万碗。泡面贴过上碗，伫咧庙边啊贴甲亲像一座山。这是中华园园第2村的福阳宫，庙方免费提供泡面，民众参拜了后，会当坐伫咧拜年穿啊手壳简单食。都没有要人家签什么，自己随意。泡开泡面的锅，甲调味料掺落去，佮加小滚水。香港的泡面香上道，至今无用非常宝贵。泡面的口味是济。食完泡面碗贴干山，庙方该派4台火车来清分。跳几台啊？个人食较济。原本庙方只是准备免费的泡面，互经过民众食一顿饱。不过过年过来，一喙团一耳，食好斗小报。今年过年时夜，都10几万人来到庙里吃泡面。这3台开水还不够，好，我们来发动我们的志工来这边把它烧，那个用快速炉。 过年第7天，民众就食6万碗的泡面，人管的4000箱泡面嫌啊无够人食。庙方管委会由休市半日来卖泡面，希望民众食到泡面会当碰到土地公的福气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